1891年。除咗實際應用，在科研方面 ，Tesla 成為第一個發現電子嘅人。喺紐約電機工程師發表了一篇文章，名為《對 J.J. 探信嘅筆記》嘅回覆入面講到 ，J.J. 探信否認咗有關帶電粒子、小帶電球嘅存在，而 Tesla 講述了如何實驗證明。而5年之後，J.J. 探信用另一個實驗證明咗之前 Tesla 所說的電子係確實存在。而 J.J. 探信究竟是什麼人？他是一個之後因證實電子定義而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嘅得主嘅人。由於這英國物理學家專攻於電子相關的技術，確實為後世帶來了定論。他確實是一個實至名歸的得主。Tesla 喺科研界已經有非一般地位。由於充滿技術性及創意嘅新發現不斷公佈，更當選 AIE 副主席。其中 Tesla 線圈亦是這時發明了。最初設計原本係為咗為新無線照明系統供電而開發，但係後來發現能有更高效能去應用其他層面，能無線應用既不單電源，更能應用於頻率波長等等，成為面向全球性傳輸嘅無線系統。超越距離嘅限制，突破基建的要求，成為那個巨型 Wardenclyffe 嘅建設基礎。而在這年，Tesla 正式成為美國公民。